我也早马的从这的这些的来是。那先跟大家说一声晚安。那上一堂课呢，就是我们主要是讲到说身心业果。那在讲述身心业果的时候呢，又讲到说业果呢，它分为就是视为总业果，然后视为别业果，还有视为之后呢正行禁止之理。那在视为总业果的部分呢，我们已经讲完了证明施种之理。那施种之理呢，最主要就讲到说业果的特性，也就是业决定。然后呢，业呢会增长广大，然后业未造不遇，还有说业以造不失，最主要是讲到这四个道理。那在讲分别思维的时候呢，是讲到说，就是讲到显示黑业果、白业果。那在讲黑业果的时候呢，又讲到说正显示就是黑业道，然后还有说轻重的差别以及黑业果的果报。那白业果呢也是一样。那今天呢，我们就讲第二个科判，就是思维别业果。那在讲完就是视为总业果的时候呢，那最主要就提到说就是黑业道以及十种白业道。那我们在讲述到业果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我们因为呢对于三恶趣的这种痛苦呢产生怖畏之后，所以我们想要获得真上身，也就是人天的果位。那我们如果想要获得人天的果位的话呢，那最主要呢就是断除十种黑业道，以及如理修习十种白业道。那这样去修习的话呢，那来世呢是一定可以获得真上身人天的果位。但是呢，仅止于此呢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今生呢想要成佛呢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成就究竟的佛道呢，就必须要深深的真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深深真上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累积足够的资粮。那在累积足够资粮的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获得就是具足8种易熟功德的这种殊胜的这个人生。那在修行的时候呢，才能够有更大的助力。那也因为具备这样子的易熟身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更快的去承办治他的这种事业。所以呢，我们为了讲述说这8种易熟功德的这个易熟身呢，所以又分为3个科判呢来做解释。所以这边呢，在讲述说思维业果别相的时候呢，又分为了第一个讲述易熟的功德，那第二个呢讲述易熟的作用，以及第3个呢修习易熟的因。那我们在讲述8种易熟功德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呢就提到说，第一个功德呢就是受量圆满，那第二个功德呢就是行摄圆满，那第3个功德呢就是足性圆满，第4个功德就是讲到说自在圆满，第5个功德信言圆满，信是信心的信，然后言是言辞的言，信言圆满。然后第6个呢是提到大事名称，第7个呢讲到说丈夫信者，那第8个呢讲到大力具足。那这8个易熟的功德呢，它具有怎样的作用呢？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到说，寿量圆满。那寿量圆满呢，也就是所讲到长寿。那长寿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因为我们长寿的时候呢，就能够依着自他的利益呢，能够长时积极增长无量的善根，所以呢，我们是需要获得长寿的。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就是行摄圆满。那行摄圆满就是我们讲到说长得好看这些。那为什么要具备行摄圆满呢？就是因为大众看到的时候呢，就是一定会欢喜。那也因为大众看到就会欢喜归养的缘故呢，所以你所讲的话呢，大家都很容易呢去听信，所以这是第2个行摄圆满的作用。那接下来呢，讲到说第3个功德的作用。那第3个呢，我们讲到说是足性圆满。那因为你的种性呢较为高贵的缘故呢，所以凡是你所讲的这些呢，那大部分的人呢都会去听信，然后不会有违背。那是第3个易熟的功德是足性圆满。
那第四个呢，自在圆满。那所谓的自在圆满呢，就提到说，就是有大财位或是大权势。那有大财位或是大权势的话，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你可以以布施等这些呢，去摄受有情，然后令有情呢能够获得成熟。那这是第四个自在圆满的作用。那第五个呢，信言圆满。那信言圆满呢，也就是说呢，你所讲的话呢，别人呢都很容易去听，就是呢，他们相信你所讲的这些，然后别人容易对你产生信任感。那这样子呢，就容易以就是爱与力行同事呢，然后去摄受有情，然后令他们能够快速的成熟。那接下来呢，讲到第六个，那第六个呢，就提到说大事名称。那所谓的大事名称呢，就是比方说有很好的名声。那有很好的名声，具备怎样的功德呢？因为你具备很好的名声的时候呢，所以你在做一切事业的时候呢，那都能够其他人呢都能够迅速的呢接受你的劝导。那第七个呢，就讲到说就是丈夫性者。那丈夫性者讲的呢，就是能够成为男性。那成为男性具备怎样的功德呢？就是他是一切就是圣功德的所依器，然后呢，他也能够发起勤勇的这种心，而且因为是男众的缘故呢，所以他能够独自呢在僻静处修法，然后呢比较不容易遭受到障碍还有影响。那第八个呢，就讲到说是大力具足。那大力具足呢，具备怎样的好处呢？大力具足呢，就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对于自利还有他利的这些行为呢，都没有任何的厌倦，而且能够升起勇悍心，然后能够快速获得智慧以及发起神通。那接下来呢，第三个我们就讲到说易手的因缘。那易手的因呢，同样呢也是分为8个。那第一个呢，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获得长寿的话呢，那它的因呢是什么？那我们一般呢在讲述到说，我们如果杀害有情，或者说对我们的敌人死亡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欢喜。那这些呢都是让我们短命的因缘，所以要将这些呢给净除掉，那它自然而然呢就成为长寿的因缘。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对有情呢能够升起悲悯心，然后呢，对于饥饿的这些有情呢，能够布施饮食；那对于说就是将要被杀的这些有情呢，能够去放生。那这些呢，就是第一个能够获得长寿的因。那第二个呢，就是行色圆满的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讲到说，我们为什么不会行色圆满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取笑他人的长相，或者说对于他人的容貌呢指指点点，然后或者说呢，别人要供奉三宝的时候呢，那我们去阻止他们，就是塑造佛像或是供养佛像等等的，那这些就是我们行色不圆满的因，所以断除这一些呢，就是能够成为行色圆满的因。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像是修习忍辱，然后呢，以及我们去造佛像或是塑佛像，以及造佛塔、塑佛塔，然后供养三宝，然后呢，对于就是没有光明的地方，就是一些没有电灯的地方呢，然后我们会施光明，就比如说是供养手电筒啊，或者是帮助他们，让他们有灯呢可以亮，在这些没有电灯的黑暗地区呢，会施光明。那或者说呢，布施给其他的众生呢，像是衣服还有饰品等等呢，那这些呢都是行色圆满的因。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足性圆满的因。那我们先讲说，为什么我们不会足性圆满，会得到下列的这种种性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我慢的缘故。所以呢，我们想要获得足性圆满呢，那第一个呢，就是要摧伏慢心。那除此之外呢，对于说像是年纪比我们长的，或者说功德比我们大的，或者说像是善知识还有上师等等呢，我们要恭敬。那这些呢，就是第三个足性圆满的因。那第四个呢，自在圆满的因呢，就讲述到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这种自在圆满，也就是财富呢能够受用圆满的最主要的因呢，就是因为说我们吝啬，还有像是偷盗，以及呢离间语呢，那这三个呢是造成我们没有办法自在圆满的因。所以呢，想要获得自在圆满的因的话呢，就要断除吝啬、偷盗以及离间语这三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去帮助就是远方而来这种辛苦的人呢，那我们要去帮助他们。那或者说呢，对于来行乞的人呢，然后我们也要布施给他。那以及像是对于
说法师，还有像是菩萨，还有上师等等呢，那我们要常时呢去供养，就是对资粮田还有功德田呢，能够常常以资具呢去做供养。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能够获得自在圆满的因。那第五个呢，就讲述到说，就是信言圆满，就是我们所讲话呢，别人都容易恭敬，然后呢去听从。那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信言圆满的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造就是语的这4种不善，也就是妄语、绮语、两舌、恶口。那所以呢，我们要断除呢，就是语的这4种不善。那除了断除语的4种不善之外呢，那我们要就是常常呢，就是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说谎，然后尽量呢都是讲第实语，就是说实话。那以及呢，对于说像是朋友彼此之间不和睦的话呢，那我们帮助他们能够和睦的话呢，那这些呢都是第5个，就是信言圆满的。那第6个呢，就讲到说大事名声，就是如何呢能够获得好的名声呢？那第6个呢，就讲到说，第6个因呢，就是我们要常常呢广发大愿。然后希望说呢，在来生中呢，我能够获得种种的功德。那除此之外呢，也要常常就是供养，然后还有恭敬，像是三宝、父母，然后声闻、独觉，然后亲教师、轨范师，还有一切的上师等等。那刚刚呢，在讲述第6个呢，就是获得大事名声因的时候呢，我们有讲到说为什么没有办法获得大事名声。那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大事名声的原因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说我们看不起别人、轻视别人、瞧不起别人呢，所以才没有办法获得大事名声。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所要断除的部分。那断除这一部分之后呢，就是发愿能够获得种种的功德，以及供养恭敬三宝、父母，然后声闻、独觉、亲教、轨范师等等。那第7个呢，就是获得丈夫信者，那也就是呢，就是能够成就男根。那就是如何呢，能够获得大丈夫相呢？那第一个呢，就是欢喜呢，就是男性的功德。那第2个呢，就是去思维说，身为女众的这种过失，那去做这种想法的话呢，那就能够获得男性的这个因。那第8个呢，就讲到说，就是要获得大力具足。那为什么没有办法获得大力具足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捶打友情、伤害友情，或者说呢，对于我们自己的仇人呢，那看到他生病的时候，感到欢喜，或者说呢，在有三宝的地方呢，就是三宝的所欲处呢，然后我们用不好闻的味道的这种东西呢去做供养等等。那这些呢，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大力具足的因。那所以呢，要断除这些。那除此之外呢，断除这些之外呢，那还有就是尽量呢去帮助他人呢，就是他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呢，去帮助他人，以及说需要医药匮乏的地方呢，我们去布施医药等等。那这些呢，都是能够承办第8个，就是大力具足的因。那接下来呢，就是在如来秘密经里面呢，也有讲到说，就是我们要获得第8个呢，就是能够获得大力具足的因呢。那这边呢，还有讲到说，几点。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我们要对呢，就是三宝呢，能够升起恭敬。然后第2个呢，对于说一些就是比我们还要这种弱势的友情呢，就是当他对我们做损害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对他们就是修持安忍，修持忍辱。因为通常呢，就是比我们还要为弱势的这些友情呢，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说，我们比他还要势力强大，自然而然就对他们起嗔心，反过去伤害他们。所以对于这种弱者在伤害我们的时候呢，要去修习忍辱。那这个呢，也能够承办大力的因。然后第4个呢，也就是说常常去布施。那第5个呢，就是对于说会感到害怕的这些友情呢，然后施予无畏施。那第6个呢，就是对于说像是病者生病的这些友情呢，那我们要去帮助他，然后让他们的病呢能够早日的恢复。那第7个呢，对于说就是贫困的这些友情呢，那我们要给他就是援助。那还有说像是在西藏呢，就是有一些佛塔呢，以西藏来说就是像一些佛塔，然后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塔庙。
寺庙呢，或是佛塔呢，能够我们去帮忙，就是上新的这种漆，就是油漆，能够让这些寺庙呢看起来变成新的。那以及呢，对于说这些利落贫乏者呢，然后去帮助他们，然后去除他们的痛苦，或是帮助他们所要完成的事情呢，那这种呢，就是可以获得如同金刚手菩萨一样大力具足。那这个呢，是在如来秘密经里面所讲到，就是获得大力的一些方法。那虽然说呢，获得就是具足8种异熟功德的身呢，那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能够快速的去累积广大的资粮，但是呢，也有可能我们获得了就是具足8种功德的异熟身的时候呢，那也有可能呢，就是成为就是快速累积就是不善的这种工具。那特别呢，像是身为族性圆满，或者说获得自在圆满的时候呢，那我们有可能因此呢去伤害其他的有情，所以反而呢快速的累积恶业，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如何让我们获得了8种异熟之后呢，然后让它能够生生世世呢都能够不断增上呢？那最主要呢就是要能够发一个清净的大愿。那这个清净的大愿，我们该如何的去发愿呢？那就是说回向呢，就是发愿回向呢，愿我所获得呢，生生世世都能够获得具足这8种异熟功德的这个异熟身。那我希望呢，获得这个身之后呢，我能够断除一切的恶业，就是不去行持任何的恶业，并且呢，以此就是具足8种异熟的身体呢，能够快速的去承办福德以及智慧的资粮，然后呢，去做如是的发愿。那这个呢，就如同说是噶当派的祖师呢，他们有举一个譬喻，就像是农夫呢，在过去1年呢，就是辛勤的努力，所以在今年呢，能够获得好的收成。所以同样的呢，如果在今年呢，他也能够辛勤努力的话呢，那他在隔年的时候呢，他也能够获得好的收成。那就如同这个譬喻一般，我们呢，因为前一世呢，就是累积了就是好的这种资粮，然后呢，和佛法结下了善缘，所以今生呢，我有幸呢能够学习佛法，然后呢也能够修习佛法，所以今生呢，我要如同过去世一样呢，就是好好的呢累积资粮，然后呢让我来世呢也能够如同今世一般，就是能够学习佛法。所以为此呢，我要在今生的时候呢，尽我的能力呢，然后从我的身口意三门，然后尽力的呢去累积资粮，就是以符合自己的能力的方式呢，然后尽一切能力去累积资粮。那除了累积资粮之外呢，那我们要常常的去发愿，然后发愿呢，我所累积的这些资粮呢，都能够成为就是成就一切遍智，或是成就佛果位的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就是前2个科判，也就是呢施种业果，还有以及施别业果。那第3个呢，就讲到说施以正行禁止之力，就是我们在了解业果的道理之后呢，那该如何的行持，以及哪些呢是不该做的。那业果的道理呢，它其实呢是非常的甚深，就是我们要对业果呢升起定解呢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经论里面呢有讲到说，就是关于空性的法类呢，已经非常的甚深难以理解了。但是呢，对业果的道理的业果的深广呢，它其实呢比空性的道理呢来得更为的甚深。所以呢，我们有讲到说呢，就是业果的道理呢，它是属于即隐蔽分。对于凡夫来说呢，要对它升起信解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因为呢，就是因为业果呢难以施舍，然后难以理解的缘故呢，所以就放着不管。而是对于业果的道理呢，要如同流水一般，就是每日呢恒常的去思维业果的道理。然后呢，就如同上一堂课呢，我们有讲到说，就是我们可以透由像是释念住经，还有像是闲于因缘经，然后呢，还有百业经等等这些经典呢，然后去思维业果的道理。那乃至于呢，我们可以去阅读菩提道次第广论，因为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讲了非常详细的讲述了就是业果的这些取舍。所以对于业果的施者呢，我们是要花长时间呢，就是每日不断呢，然后一有时间呢，就要常常的去做思维。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说业果的道理呢，除了要在施者之外呢，那我们要在就是日夜的时候呢，就是仔细的观察自己的身口意三门，然后看我们三门的行为呢是否服顺于正法，
还是呢我们的行为呢是服顺于非法，就是要长时间的呢去做观察，然后呢尽量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呢能够服顺于正法，然后想办法呢让我们身口所有的这些行为呢都不沾染任何的这种罪堕。那特别呢，我们在观察内心的时候呢，可以学习就是之前噶当派的这些格西。那噶当派的一位格西呢，他在一开始呢，就是观察自己的内心，然后呢，他只要发现说他的心里面升起恶念的时候呢，他就放一颗黑石头，然后升起就是善的这种思维的时候呢，然后就放一个白石头。但是呢，发现说一开始呢，在观察内心的时候呢，发现大部分呢都是黑色的石头之外呢，鲜少有白色的。但是因为长时间呢，就是去观察自己的相续，然后观察久了之后呢，然后让心里面的善念呢能够慢慢的增长，所以到最后呢，就是变成就是只有白石头的状况。所以这种呢，就是能够作为我们的榜样，也就是呢，告诉我们就是在日夜的时候呢，要时时观察自己的身口意三门，然后想尽办法呢，不要让它沾染任何的罪堕。那就是对于呢业果呢要恒常的思维呢，像是我们在讲到说，就是《十世相承传》里面呢，就是噶当派的这个大格西呢波多瓦呢，他有提到说，就是我们要日夜呢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那除了日夜观察内心之外呢，其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去修行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管是白天呢还是晚上呢，最主要的呢就是观察自己的内心。那观察内心是要观察什么呢？就像刚刚讲的，就是看我们的内心呢是否服顺于法，那是否呢有造下这些罪堕？如果有的话呢，要尽快的尽除；那没有的话呢，就是好好的呢在沿着这些法。所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修的呢？那这个呢是格西波多瓦的这个教言。那同样的呢，在佛子行37颂呢里面呢也有提到说，若不细察己过失，道貌岸然行非法，故当相续恒观察，断己过失，佛子行。就是说呢，如果我没有平常呢，如果没有仔细去观察自己内心呢是否有过失的时候呢，那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我们是在修习佛法，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所行的呢是这些非法的行为。所以讲到说，若不细察己过失，道貌岸然行非法，故当相续恒观察。所以呢，我们该要在时时呢观察自己的相续，然后呢断己过失，佛子行。那断己过失呢，就是断除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善的思维呢，那这个呢才是佛子的行义。那这边呢，就是还有一个关于就是噶当派的格西呢，就是坚阿瓦的公案。那坚阿瓦呢，他在一个叫做雍些鲁巴这个地方修行的时候呢，那他在他的房间里面呢，就是他所住的这个地方呢，他就是当他升起一念善念的时候呢，他就用白粉笔呢，然后在墙壁上呢，就是做一个记号。那他内心呢，就是升起就是不善的这种恶念的时候呢，那他就用那个以前是用这个炭，就是用木炭呢、黑炭呢，然后在墙壁上面呢又做一个记号。那有一天呢，就是波多瓦呢来见他。那波多瓦呢也是噶当派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上师。那波多瓦呢，他本身是就是格西坚纳瓦的上师。那他到这个格西坚纳瓦住的地方的时候呢，然后一进去呢，他就说就是李梅卜，就是坚纳瓦他的妈妈呢叫做李梅也些缺尊，就是智慧法灯。所以他就刚刚讲说这个李梅卜就说，这个母亲的这个小孩啊，我以为你是一个就是时常在修习佛法的这个人，但是今天呢，到你住的这个地方一看呢，就发现你在墙壁上面呢涂得乱七八糟的，你到底有没有在修行啊？那波多瓦呢就这样子讲。那金阿瓦听到之后呢，他就回复他的上司说呢，就是我会画这些在墙壁上面呢画这些黑黑白白呢，最主要呢是因为我在修持，就是观察我的内心。那可惜波多瓦听到之后呢，他内心立刻呢就升起了信心，然后就说：“我今天呢见到了一位噶当派的大善之士。虽然说呢，就是金阿瓦呢是他的学生，但是他听到说他的学生呢在做这样子的，就是努力，就是观察自己内心的时候呢，他自然就说，他今天呢对他的学生呢升起了极强大的信心，然后见到了一位噶当派的大善之士。那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我们该如是的去行持。”那同样的呢，就是以前呢也是噶当派的格西。那这个噶当派的格西呢，就是
那他去法会，他去参加法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供养，就是有人供养就是酸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优酪乳，然后供养每位僧众呢就是吃优酪乳。那以前发的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一罐一罐的嘛，它是放在大桶子里面，然后用勺子，然后挖给每个僧众吃。那这个噶当会这个格西呢，他坐在比较后面的地方，那他看到在发酸奶的那个出家人，就是挖给前面出家人的时候呢，可能是挖的很多，那他内心就升起一个思维说，啊，前面的出家人给这么多，那给到我这个位置的时候，大概就已经没有酸奶了。他内心呢就开始就在想这个啊，我可能吃不到酸奶，可能吃不到这个优酪乳。但是呢，他现起这个念头之后呢，他就立刻呢知道说自己现起了这种不如理的这个作意，所以呢，当这个发酸奶的这个行堂的这个法师呢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自己的碗盖过来。那个行堂的法师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不喝呢？为什么把你的碗给盖过来呢？”那这个时候，这个噶当派这个格西呢就跟他说呢：“我刚才呢已经喝过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说我们内心的这种善恶呢，要如同就是这些噶当派的这些祖师一样，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呢，就是去观察我们的内心，然后发现说内心一升起不如理思维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能够立刻的知道。那知道之后呢，要想办法呢，要立刻的呢去对治它，因为呢，我们从之前呢讲述到现在，已经讲了非常多，就是关于业果的这些道理。那将这些业果道理听进去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透由正知正念呢，然后时常观察自己的内心，发现我们的内心呢，只要一有不如理思维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要透由正知正念呢，立刻的将这不如理的思维呢，立刻的截断，立刻的断除。那如果升起了就是善的这种相续的时候呢，那透由正知正念了知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想办法让这个善呢能够继续的维持，然后呢去修习，对这个善呢升起就是随喜以及欢喜的心。那刚刚呢，就是把网盖过来的这位格西呢，就是刚刚忘了他的名字。那这位格西呢，他的名字叫做奔公甲，就是格西奔公甲。那我们在了解了就是业果这些道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如理的呢，就是去断恶修善。那在断恶修善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就是如果我们有受戒的话，那有时候我们会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就是会违反律仪。那像以沙弥还有比丘来说的话呢，那就是如果违反了对错之后呢，那要快速的呢，就是去做发怒忏悔。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就是我们获得的戒体呢，就是会有几种。那第一个呢就是获得别谢脱戒。那别谢脱戒呢，最主要是在阿舍离还有说像是住持的面前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别谢脱戒。所以呢，要忏悔别谢脱戒的时候呢，那就是在僧众还有说像是在阿舍离的面前呢，然后来做发怒以及忏悔。那对于菩萨戒呢，我们菩萨戒在受持菩萨戒的呢，是在十方诸佛菩萨的面前呢，就是受持菩萨戒。所以当违反了菩萨戒律仪的时候呢，那就要在诸佛菩萨的面前呢，然后来做发怒忏悔。那密乘戒呢，最主要是从上师以及坛神的跟前呢，然后来受持密乘戒的。所以当我们违背了就是密乘戒的时候呢，要在上师坛神的面前呢，然后来做发怒忏悔，以及呢透由自入法呢，然后重新的呢再自受密乘的这些律仪。那如果说不具备戒体的这些，就是违犯性罪等等，或者说像是12业律仪等等的呢，那我们就是透由势力忏悔呢，然后来做势力忏悔呢，然后来净除我们所犯的这些过失。那在施力忏悔里面呢，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现行，就是破坏力。那所谓的破坏力呢，就是先呢去思维说，我们因为无始以来呢，在轮回里面流转的缘故呢，所以呢，我们造下了无边的恶业。那这些恶业呢，在感果的时候呢，就想到这些造下不善呢所感受的异熟果，还有像是我们所讲的等流果，那以及真上果等等。那我们知道说，在等流果的时候讲述了造作等流，还有领受等流。然后，所以呢，我们就是去思维说，当我们造了恶业的时候呢，如果感受到这些恶果的时候，无论是异熟、等流或是真上呢，那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痛苦？然后由此呢而升起了就是一种畏惧的心，
或者说升起一种就是后悔的心、追悔的心。那这种思维的方式呢，就如同说我们不小心呢把毒吃进肚子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必定呢会想要赶快的呢把这个毒呢用尽办法把这个毒给排出体外一样。所以同样的呢，当我们造下了这些违背律仪，或者说呢违反了十种不善的违背了这种10种善的律仪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内心呢要升起强大的这种追悔心，因为你唯有升起了这种强大的追悔心的时候呢，那后面的所谓的像是防护力以及对治力还有依止力呢，它才能够升起。所以一开始呢，升起这个追悔心，就是追悔我过去所造的这种恶，对于这种不善呢，升起追悔心呢是最重要的。所以把第一个呢，就是破坏力呢放在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就是对治力的部分。那在讲述对治力的时候呢，那在就是结论里面呢，就是有讲到说，就是6种方式呢，然后来对治。那第一个呢，就是一指圣身经。那一指圣身经呢，就是好像说我们多去受持读诵像是般若波罗蜜多经，也就是多去念诵般若经。那第二个呢，就是提到说就是圣解空性，那就是思维呢空性的这些道理。那第三个呢，就是依念诵。那依念诵呢，就如同我们讲说，像是念诵百字明咒，或者说呢一些就是陀罗尼心咒，或者说像是上师的这些心咒等等。那第四个呢，就提到说就是依形象。那依形象呢，就是我们去造或者是立呢佛像，就是去塑佛像或是造佛像。那第五个呢，就提到说是依供养，就是呢多去供养三宝等等。那第六个呢，就讲到说就是依名号，也就是念诵诸佛的名号，像是去念诵35佛忏，那以及像是就是药师八佛的名号，还有像是八大水佛子，就是念诵这些诸佛菩萨的名号。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呢，也有很多的现行对治力。那凡是呢，我们为了对治，为了就是忏悔罪障呢，然后所去行的任何的善行呢，那这些呢都可以归纳在现行对治力里面。那除了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这6种方法呢，可以升起视为现行对治力之外呢，那也可以收摄在我们的三门里面。就比如说以身体来说呢，就像是礼佛，那或者说呢造佛像，那这些就是透由身体呢，透由身呢所造的现行对治力。那语呢，就是像刚刚所讲诵的，就是去念诵像是般若经，或者说念诵诸佛的名号等等。那这些是透由语呢所做的现行对治力。那意呢所做的现行对治力呢，就是去思维像是皈依、菩提心，还有像是悲心，以及像是空正见等等。那这些呢，就是透由身语意三门呢，然后去做现行对治力。那除此之外呢，那比如说像我们平常呢，就是在念诵佛名号的时候呢，那口中念诵佛的名号，然后呢，身体呢可以礼拜，然后内心呢升起皈依。那这个样子呢，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呢，我们的身语意呢都是在做现行对治力。那这个呢，也是宗喀巴大师的传皈。那宗喀巴大师本身呢，就是以35佛忏呢，就是配合着35佛忏，然后呢做大礼拜，然后呢由此尽罪集之。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呢，就是要是我们也可以透由如是的方法呢，就是每天呢要是可以配合着35佛忏，然后每天呢就是边念诵佛陀35佛的名号，然后一边呢做礼拜，然后内心呢去思维像是皈依、菩提心、悲心以及空正见的道理的话呢，那也就是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呢都能够承办身语意3种的现行对治力。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就是防护力，或者说我们讲的说遮止罪恶力。那在讲述说遮止罪恶力的时候呢，那最主要呢就是提到说就是我们要时时呢能够升起一个就是防护心，也就是呢不要去再造作的这种心。那一般来讲呢，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去持守，就是好好的呢去持守。那在思维的时候呢，就是思维到说呢，我对于三门呢，就是我希望能够净息，就是10种不善，就是之前所讲的10种黑业道呢，能够净息10种不善，然后呢，去断除呢一切的这种恶业。那对于说这种比较容易可以断除的这种
恶业呢，那我们要内心呢，就是除了思维说我希望可以断除之外呢，就是能够防护遮止这些罪恶力把它升起之外，那我们要如实的呢去行持。那行持的方式就像说较容易断除的这些恶业呢，那我们呢就是内心呢升起一个作意，就是祈愿呢，就是我今天呢不要再去造作这些容易断除的这些恶业。那较难以断除的这些恶业呢，我们可以以分段的方式，比如说一开始呢，先从就是时间较短，比如说像是半天的时间呢，我不造下这样子的恶业，或者说一天的时间。那等到熟练之后呢，可以慢慢的将时间拉长，像1个星期不去造作这样恶业，然后乃至变1个月，乃至说1年呢不去造下这样子的恶业。那除了呢，就是我们如实呢去行持，就是再小的这种罪恶呢，也要努力的呢去行持，然后不要去努力的去不要造作它。再小的恶业呢，也要努力的不要去造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时常的呢对上师三宝呢做祈求，然后就是祈请上师三宝的加持呢，愿我能够好好的持守这些律仪，或是好好的能持守，就是不要再造下这些恶业，然后呢不断的去发愿，然后祈请上师以及诸佛菩萨的加持。那四力忏悔的最后一例呢，就讲到说依止力。那依止力呢，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就是观修皈依还有菩提心。那为什么呢？就是依止力会讲到说观修皈依和菩提心呢？因为就如同我们俗语里面呢会讲到说，就是我们在哪里跌倒呢，从那个地方跌倒，我们就要从那个地方爬起来一样。那就如同呢，我们所造的恶业呢，要么就是对着三宝而升起的罪障，要么呢就是对着众生呢而升起的罪障。所以呢，如果是对着依佛或者说依着三宝呢而升起罪障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净除这样罪障呢，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去修持皈依。那同样来说呢，我们如果是对于众生呢而升起的罪障的话呢，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去修持菩提心。所以在讲述依止力的时候呢，就提到说要观修皈依以及菩提心二者。那我们呢，就是要去思维到说，就是我过去呢，因为在过去世呢，累积了无边的罪过的缘故呢，所以呢，来生呢，如果是犯下这种重大的恶行的时候呢，必定堕入到地狱，然后呢，以及恶鬼、畜生等三恶趣。然后讲到这种三恶趣的果报的时候呢，就如同我们之前在思维业果的时候讲到去思维它的等流，异熟等流，以及呢，就是真上果呢，然后去做这样的思维，然后想到说呢，自己所要感受的这种恶果的时候呢，然后内心呢感到部位，对三恶趣的这种痛苦呢感到部位。那对三恶趣痛苦感到部位之后呢，那如实呢就是对三宝呢升起信心，相信呢就是三宝呢为能做救护，所以而对三宝呢升起了皈依的心。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思维呢，就是以自己呢来做思维，就是思维到说我过去呢，因为造了无边对作的缘故呢，所以将来呢是有可能会堕到三恶趣的。那就如同我过去呢造作无边的对作一样，那其他的一切有情呢也是一样，它也如同我一般呢，在过去世的时候呢造了无边的对作，那他至今呢还不知道学习佛法的话呢，那同样的。他将来呢也会感受到，无论像是异熟或是等流或是真上果这种难以忍受的这些痛苦，所以对此呢，对这些其他的有情呢，升起强大的悲心。那升起悲心之后呢，自然而然希望说能够净除一切有情的痛苦。然后净除一切有情的痛苦呢，我自己是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唯有佛陀呢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所以由此呢而升起了威力有情的菩提心。所以呢，就是透由这样子的方式呢，去思维皈依以及业果。那在经论里面有讲呢，就是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呢，要是能够具备这四力而去忏悔的话呢，那没有任何罪障呢是没有办法净除的。就是只要具备四力的话呢，它能够忏尽一切所有的罪障。那特别呢是在经典里面呢有讲述到说，就是光依指着35佛忏呢，因为35佛忏它本身呢就具备了所有的四力忏悔的内容，所以呢我们在做35佛忏的时候呢，要是能够配合着所缘形象呢去做观修的时候呢，然后以此呢光就是仅仅呢去修持35佛忏呢，也是具备四力忏悔，可以将我们一切的罪障呢就是净除干净。
所以呢，就说光依靠着修持35佛忏呢来做忏悔呢，也是可以净除一切的罪障，没有不能够净除的。那虽然是这个样子讲呢，就是35佛忏里面，它虽然是有将所有施力忏悔所有的内容呢，就是完全显现出来，但是自己在念诵的时候呢，也要去思维里面的这些内涵。如果说自己只是口念呢，但不去做思维的话呢，那其实也没有办法具备施力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我们在念诵35佛忏的时候呢，就是一定呢要去做思维。那也有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在造业里面呢，就有分为就是能够既造且做的业，就是我们已造作的这种业。那已造作的这种业呢，它是必定感果的这个恶业。那对于这种必定感果的恶业呢，经论里面讲说，透由35佛忏呢，也是可以将它给忏掉的。所以以忏悔的法门来说呢，就是没有比具足势力呢还要来的殊胜的忏悔方式。那我们讲述说，透由施力忏悔呢，就是没有施力忏悔所不能净除的这种罪障。那净除罪障的时候呢，会产生什么样的相状呢？那在经典里面呢，就提到说，如果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那梦到我们的身体呢，就是排出非常多的这种黑水，或者说呢，我们做梦呢，梦到就是在上师的跟前呢听法，或者说呢，梦到自己呢在吹法螺。或者说梦到自己呢在演奏乐器的时候呢，那这些梦到这些的时候呢，都表示是净除罪障的这一种象征。那当然这边所讲的净除罪障这种象征呢，是说我们正在就是做净罪、做忏悔的时候呢，然后梦到这种。那刚刚所讲的这种做梦呢，是就是在的梦到，不是说只梦到一次或是2次这样，就是在正忏悔的当下，就是我们在忏悔的这个过程之间呢，然后梦到就是身体排出黑水，然后在上师面前上师跟前听法，然后梦到自己在吹法螺，或者说在演奏乐器。要是时常梦到，就在净罪的过程之中时常梦到的话呢，那这个呢就是净除罪障的一种象征。那当然，除此之外，如果说你平常没有在净罪的话，那梦到这个呢，并不是表示说你净除了罪障的象征。那虽然说呢，就是在经典里面呢有讲到说，就是透由梦境呢，然后可以了知到说，就是我们的罪障呢，就是净除的这种象征。但是也有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对于梦境呢，其实并不要过度的相信自己的梦境。那什么才是代表真正的净除这种罪障的这一种真实的相状呢？那就是当我们发现说我心绪之中的烦恼呢变得越来越少。然后呢，我们对于上师三宝的信心呢越来越强，那我们的心呢就是越来越趋向于法的时候呢，那具备这样子的相状呢，才能够真正的表示呢，这是净除罪障的象征。那所以呢，我们要是能够透由势力呢来做忏悔的话呢，那是可以将一切呢罪障都净除的。那这边呢就提到说，比如说在世尊还在世的时候呢，那像是难陀呢还有止曼。那我们知道说难陀呢，他本身呢是具备就是极为强烈的贪心。那止曼呢，就是因为杀了999个人，然后把他的手指呢就是挂在脖子上，所以他们两个呢，一个是强烈贪心以及强烈嗔心的代表。但是呢，他们2人呢，就是遇到佛陀之后呢，那都是努力的呢，透由势力忏悔，然后净除了这些所有的罪障之后呢，然后最后2人呢都获得了阿罗汉果。那这是世尊呢在世的时候，那等到世尊灭度之后呢，那也是在印度的地方。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就是三藏法师，那他本身呢就是精通三藏，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大班智达，那他的名字呢叫做达玛舍瓦。那这个大班智达呢，他后来就是犯了就是邪淫的这个罪。但他犯了邪淫的罪之后呢，他内心呢就感到非常的后悔，然后升起了就是强大的追悔力，所以他一个人呢就跑到极静处，然后呢长时的呢去做势力的这个忏悔。那因为他升起这种极强大的追悔心，然后又长时呢做势力忏悔之后呢，那他就出现了这种罪障的净除的这种镜像。那等到他这种镜像出现之后呢，那他就确定说他的这个过去呢犯下就是他胜罪，就是是根本罪的这个邪淫罪呢已经忏干净之后呢，那他就从这个极静处出来。那从他忏悔的这个地方出来以后呢，那经过了一条大河。那经过这个大河的时候呢，就是他要上船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
他过去呢认识的一个比丘呢在船上，然后这个比丘看到他之后呢就说，诶，达玛舍瓦，你已经破戒了，所以你这个破戒的人呢不能和我同坐一条船，所以呢就不让这个大班智达呢就是上这个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班智达呢就跟这个法师说呢，虽然我过去呢就是犯了他胜罪，就是犯了第一个呢就是邪淫罪，但是呢我已经忏悔忏干净，而且出现了很多的镜像。那他就跟这个比丘讲，但是呢这个比丘不相信。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达玛舍瓦这个班智达呢，他就立下了地语例说，如果呢我过去所犯的这个他胜罪呢已经尽除的话呢，要是没有尽除的话呢，那我现在呢就是不坐船在水上走的话呢，那我就会沉入水中淹死。但是呢，如果我过去犯的这个他胜罪呢，这些所有的罪障已经尽除完毕的话呢，那我就可以在水上走而不会被淹死。那他就立下如是的地语例。那讲完透由地语例讲完之后呢，那他在水上面走的时候呢，他就从这个船上出来，然后在水上就直接走到对岸去，就如同在我们平地上面走路一样。那这个呢，就表示说他因为呢已经完全将这些罪障尽除的缘故呢，所以他讲述这个地语例呢会有发生它的效用。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透由势力忏悔呢，它是连像是他胜罪这种最主要的根本罪呢都能够尽除干净的。那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说，那既然呢，任何的罪障呢，都可以透由势力忏悔尽除的话呢，那我们去造这些恶业呢，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造恶之后呢，那我只要透由势力忏悔呢，就可以尽除干净。那这种想法呢，也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并不会因为说，哦，现在的医疗呢，因为很发达的缘故，所以呢，我把手跟脚切断之后呢，还能够接回去，所以呢，我就自己去把我的手跟脚呢，把它弄断。因为想说将来呢，可以透由治疗再把它接回去，我们并不会这个样子，并不会这样去做。所以同样的呢，并不能因为说透由势力忏悔呢，可以将所有的罪障都尽除干净的缘故呢，然后我们呢就去造恶，这个是不可以的。那而且呢，我们会讲述到说，就是透由势力忏悔呢，能够将罪障忏悔干净呢，这个是将就是让我们不用去感受这种易手的这种痛苦，易手果报的这种痛苦尽除干净之外呢，但是对于说像是因为造下恶业之后呢，它会推延我们就是正量升起的时间，但是推延正量升起的这个时间呢，并没有办法透过就是势力忏悔呢，然后来回复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势力忏悔它只能够尽除就是我们去感易手果报的这一种恶果，就是能够不去感受恶果之外，它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呢，就是让推迟正量升起的时间呢，能够让它变得加速升起正量，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尽力的呢，不要去造作任何的恶业，然后好好的呢去持守律仪。那总之呢，就是我们从之前呢，从讲述业果开始呢，从一开始呢讲述到说，就是总业果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像是业决定一切，业增长广大，然后业为照不欲，还有业以照不失呢，这个最主要是能成的因。那透有这个能成的因呢，所要成的是什么呢？所要成的呢，就是我们要对业果呢，就是升起一个决定的信解，那这个是要所成的。那我们能够成立，就是业果是对业果产生决定信解之后呢，那所成的这个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于说我们能够如实的呢去断恶修善，就是乃至于说虽小恶呢，然后我们亦不为，然后呢虽然是小善呢，也尽力的去行持。那这个呢最主要所成的这个果呢，就是让我们如实的呢去断恶修善。所以呢，一开始呢，在讲述业决定道理等等这些呢，就是能成的一个原因。那它所要成立的呢，就是成立就是要升起对业果的这种信解。那对业果升起对业果的信解之后呢，那所获得这个果呢，就是我们心绪之中呢，能够如实的去断恶修善。那所以呢，在讲述到下士道最主要的正行修法呢，也就是讲到说身心业果的这一部分。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那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那就是可以发问。那到时候就是下一堂课呢，我们再为各位做回答。那这边呢，阁下就说，以上呢就是我们已经讲述完了，就是共下士道的部分。那下一堂课呢，就是照理说要进入了共中士道，但是在尚未进入共中士道的时候呢，就是想请各位就是
我们一起共学的这些同学们呢，就是下一堂课呢，就是想请你们发言，就是从一开始呢，我们听共下士道，然后到今天呢，将所有共下士道的内容完全听完之后呢，那不知道说大家的内心呢，就是对于这个学习的内容呢，大家有什么感受？那希望说大家能够发言，就是每个人就是以3到5分钟为限。然后呢，格西想听听就是各位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大家听了这些课程之后，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希望说大家在下一堂课的时候呢，可以发言，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那阁下说，那下一堂课呢，就今天是礼拜6，所以下一堂课礼拜3的时候呢，阁下他就不会发言，最主要就是听大家的感想以及感受。但是就是不知道说，就是网络的问题，大家可以解决吗？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要发言的话，就是不知道说在操作硬体的操作上有没有困难。